想念。你是小雨的后父，同时也是个禽兽，不但侵犯了小雨，还让小雨的母亲受了太大的刺激而自杀。你为了不让小雨记得这些事情，就开始用你的专业知识，让她吃这种药。这个叫做苯二氮平类的药，让病人长期使用，剂量过多的话，可以让他们永久失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高先生，我看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，精神错乱呢。精神错乱的人是你。不过你怎么也没想到，就算你破坏小雨的记忆，可是她的身体却产生了自然的抵抗。现在她梦里那些画面，一一的出现。你怕露出马脚，所以跟我编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。真正的凶手就是你！你乱讲，乱讲！你不要再胡说，有证据吗？我是负责猜的，真正作证的人在那里。我们是警员，有一宗案子怀疑跟你有关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你找警察来抓我？当然了，如果我不找警察来帮忙的话，我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小雨跟他妈妈的事情？你可以骗过所有的医生，可是你也太低估讯息的力量了吧？你这个不讲信用的卑鄙小人！你省点力气吧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跟警察解释的。警王，带他回去。高先生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法庭的事还请您多多帮忙，可以让天心早点脱罪。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做的。不过你要明白，关于天心的案件呢，要看医院方面的专业报告，怎样去评估你未婚妻的情况。还是要谢谢你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真想不到，真相竟然会是这样子。那你打算怎样处理？你先让我想一下，我跟院长商量一下，再做决定。好，那我交给你了。早点休息，表姐。你也是。知道了。我看到他了。你看到他了？就是他。你不要害怕，就看清楚他的样子。那你去追他。之后，我决定将小雨的事情记录下来。一个可怜的女孩被自己的禽兽后父加害，丧失了一段很悲痛却也很重要的回忆。这段记忆只是阴差阳错的通过另一个管道从小雨的梦境中逃脱出来。逃脱，我不知道用这个词是否合适。反正做了错事的人，就会有得到了他应有的结局。不对，这个故事不应该以那个禽兽的下场作为结局，小雨也应该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。表姐，你觉得这样做真的可以吗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不过我也没有试过。太好了，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就可以让小雨摆脱噩梦的纠缠。这是目前来说最好的办法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就今天晚上吧。不过我需要你和天心的协助。没问题。一样，放松你的身体，让呼吸很轻、很细，从你的小腿、腹部到你的头部，全部都放松。等我数3秒之后，
你就会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。1、2、3。小雨，你现在又回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但这次不一样。那个黑衣男子跪在你的面前，他很惭愧。他答应你，从此不再骚扰你。你愿意原谅他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自己可以了。恭喜你，可以了。我们去坐会儿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遮。小雨，你这样不怕晒吗？我怕的，但是想自己晒一下。昨天睡得好吗？我昨天睡得很好，没有做梦。医生，是不是你给我了不同的药？我昨天没有给你吃任何药啊。真的。小雨，我想你真的康复了。我康复了，我真的可以离开这里了。离开这里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之前很害怕离开这里的，我怕会遇到那个人，他会伤害我。但是那个人已经消失了，我不会再怕了。那你离开之后，第一个想见的是谁？我会去找他，我的男朋友，跟他亲自道歉吧。他是谁啊？我来这里之前，有一个对我很好的男朋友。我有了这个病之后，他就一直在我的身边，但我不争气，所以我把他和我梦里的那个男人一起混淆了，还打伤了他。
虽然我说不出口，但我一直很难过的。所以我如果可以离开这里的话，我很想找他，求他原谅我，看他会不会和我再在一起。小雨，我很想念你。